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直沖陽啊，歡迎嚟到第二回電玩日語交流室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個生字就係リキム，取材自法庭遊戲逆轉裁判3。逆轉裁判來自中日語言版本，佢比較多用平假名取代漢字表達，係呢一個系列嘅特色。因為以法庭為背景，所以佢嘅用字係比較嚴謹嘅，學習者就比較容易啲去察覺到自己嘅理解係咪精準到位。我哋而家就先睇咗條遊戲片，跟住會再返嚟解說。影片結束之後會有漢化版片段播出，有興趣嘅人呢，可以喺影片結束之後再慢慢睇。咁唔知道頭先大家有冇揾到リキム呢一個字呢？喺遊戲入邊佢係冇直接用漢字表達，而係用咗片假名去取代嘅。我哋而家可以睇一睇字典上面對呢一個字嘅解釋。第一個解釋，力のあるようなふりをする、強がってみせる，就係扮晒有力量，逞強。例句，腕まくりをして力んでみせる，捲起衫袖扮到好強勢。第二個解釋，體に力を入れる、息を詰めて力を込める、うまくやろうと気を，將力量注入身體，忍住呼吸，集中力量，想做好但係過分緊張。佢個例句，力まないでテストに臨む，唔好太緊張去面對考試。今次遊戲中リキム係屬於第二種解釋，佢翻譯成為激動，其實都係緊張之類嘅解釋。唔知道大家又有冇估中呢個字嘅意思呢？下一個我想分享嘅生字就係コロコロ，佢嘅解釋，好きに周りを見回している様、落ち着きのない様子，大解不斷咁四處張望，唔冷靜嘅樣子。佢個例句，上堂入邊唔好四處張望。遊戲上面嘅翻譯就係東張西望，唔知道大家有冇估中呢個字嘅意思呢？跟住落嚟，我想分享嘅字就係力になる，佢係慣用語。佢喺字典上面嘅解釋就係人のために骨を折る、協力する、頼りになる。但係解釋為對方不辭勞苦咁付出，成為對方嘅依靠。例句：
子供が力になってくれますので元気が出ます。得到孩子嘅扶持，所以我振作起嚟。遊戲中嘅翻譯呢，就係協助，咁唔知道大家有冇估中呢個字嘅意思呢？今日最後一個我想介紹嘅字就係頭に入ってる、頭に入れる。佢嘅解釋しっかりと記憶に留める，係解釋確實咁樣記住喺腦入邊。佢個例句道順を頭に入れてから出かける，就係好好記住路線再出門口。佢嘅遊戲翻譯就係記下來。咁喺呢度頭に入ってる就係自動型，頭に入れる就係他動型。前者強調你係已經記住咗呢一個狀態，而後者就係強調你要去記低呢一個動作。咁喺遊戲入邊，星影先生問千尋係咪已經記得案件嘅內容，係確認佢嘅狀態，就唔係叫佢而家先開始去讀嗰個案件。所以呢度係採用咗自動型嘅頭に入ってる。咁字典上面好好記住路線先再出門口，亦都係強調先記低呢一個動作，所以就係採用咗他動型嘅。再補充一下，呢度遊戲角色係用頭に入っとるんじゃのうな，其實呢一句係方言嚟嘅。とる係屬於關西語，等同標準語嘅ている，而じゃの呢就係屬於古風版嘅廣島語。佢等同關西語やの同標準語だの。以上就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詞彙，唔知大家覺得點樣呢？喺未來我會將系列介紹過嘅所有生字都用一個 Excel 表格去記錄低做索引用途嘅，但係目前呢，我就仲等緊 YouTube 咧去解放我嘅上級者權限，要等呢個權限開通咗之後，我先可以上傳超連結。中意呢一個系列嘅人可以幫手讚好同埋訂閱，有任何意見或者係對影片有其他疑問呢，都歡迎提出嘅。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